还真是哪个狮子最软捏哪个，脸都不要了。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。你们俩刚才打情骂俏的，看着就是一伙的。停！我在前面接着你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接住！怎么样？他是你要找的人吗？你还相信自己的直觉吗？没错，他就是我要找的人。他在实战中教我的那些要点都特别有用。你的脑回路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脑袋怎么了？我好像恋爱了。1点向你发起挑战，是否接受？